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到台南的柳营，关心到灾民损长的状况。院长嘛来承诺，丹纳斯洪台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，嘛会甲最近中南部的灾害损失甲加入去。原本空列的300亿的特别预算，会阁来增加，全力来支援受灾的民众。 亦都甲阮支持落安尼啦，市长，阮是安尼啦，阮老百姓受害者是安尼啦。恁用心啦，阮就盖好啊。当这是他在选嘛，安慰处处，这边当面甲行政院长杜英泰拜托，搁再拜托。 倒几摆去加增加现场，来到防灾嘛，共款扫甲真严重的台南市柳营区视察。车外讲偷偷让我来看，甲咱这间就要咱300。为丹纳斯洪台到最近西南气流带来的大好雨，拼命倒雨，互灾民损失真歹估计，倒规就来讲出心路。丹纳斯台风的特别条例的草案，目前框列的已经将近300亿。 如果再加上这一次0728的豪雨，再加上高雄、屏东各地区，那个数字一定会再往上涨。应该把国家的经费资源就放在受灾的民众灾区身上。 答应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，希望真正有需要的灾民拢会当领到补助，会当看到目前协助方案，包括帮助灾民依照厝损害和大状况，上济补助25000到10万。民众若是想要修理厝，申请每盒伫咧8月17之前完成签约，毛每一户2万加码补助。另外，阁有鼓励工班和相关清运摒扫的协助措施。 更多的冷气啦、洗衣机啦，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除湿机设备，能够捐助到单里面来，给这些低收入户为优先来帮助他们。中央全力投入救灾，倒规嘛来到真线关心，希望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同齐帮助灾民重建家园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